2025年12月31日，聖誕8日慶期第7日，星期三。主題：引介聖言。走入咗呢一段聖經嘅當代入口，我哋生活喺一個被言語淹沒嘅世界，新聞好多，即時通知，不斷變化嘅觀點，廣告，無止境嘅訊息流。現代人一天所接觸嘅文字，比古代人幾個月所睇見嘅還要多。然而喺呢一個大量嘅字句中，人心就仍然感到缺失。好多人覺得自己冇人睇見，人際關係變得淺薄，真理不斷被質疑。人人都會講話，但係就好少有人真正去傾聽。喺呢一啲嘈雜之中，教會今日邀請我哋靜聽一個字，唔係由市場團隊包裝嘅字，唔係政治議程塑造嘅字，唔係瞬間被消費又遺忘嘅字，而呢個字係永恆嘅、個人、具有創造力、帶嚟生命嘅，係能夠解釋一切其他嘅言語嘅聖言。呢個就係點解喺年中最後一日，我哋重新開始。在起初已有聖言。序言係乜嘢？若望福音嘅開頭被稱為序言，就好似一部宏大嘅交響樂曲嘅序曲，佢先引出咗整部福音中將展開嘅所有主題：光明、生命、真理、恩寵、啟示，以及天主成為人嘅奧蹟。序言告訴我哋，故事開始之前，乜嘢已經係真嘅。若望帶領我哋唔單止去到白冷，亦都唔止去到創世紀，而係永恆嘅本身。聖言與天主。若望咁樣開始，在起初已有聖言。呢句說話講俾我哋聽三件事：聖言係永恆嘅，喺空間、時間、受造界之前，聖言已經存在。聖言同天主係親密無間，佢喺父的懷裡。呢個永恆嘅深度共用係面對面嘅親密關係。聖言同天主同等，聖言就是天主。換句說話講，我哋喺耶穌身上所睇見嘅一切治癒、寬恕、教導、拯救，都係天主親自喺人性中所行嘅表現。聖言與世界。聖言同世界嘅關係係乜嘢？世界係藉着聖言而造成嘅。創世紀不斷重複天主說，而受造界就咁樣形成咗。宇宙係被說出來嘅，但係創造唔單止係發生喺過去。希伯來書講，天主子以他大能的話支撐萬有。希伯來書1章3節。世界之所以存在，係因為天主持續以佢嘅聖言托住佢。每一次呼吸，每一個日出，每一次心跳，都係嗰個維繫萬有嘅聖言輕聲嘅回響。聖言與人類。若望接住講俾我哋知聖言對人嘅意義：生命同光明。聖言嘅生命係唔可以毀滅，係天主願意同佢嘅仔女分享嘅永生。聖言嘅光明揭示真理，醫治盲目，驅散欺騙，引導我哋嘅腳步。耶穌俾我哋一句足以帶入新年嘅許諾：跟隨我的，決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
若望福音8章12節，生命同光明係唔可以分離。當我哋同基督同行嘅時候，我哋會逐漸發現，佢正在將生命同埋光明賜俾我哋。轉折點，聖言成了血肉。接住出現嘅係整部福音中最震撼嘅句子：聖言成了血肉，居住在我們中間。永恆進入咗時間，睇唔見嘅成為咗可以見到。創造者走進咗佢嘅受造界，光降臨喺我哋嘅黑暗，唔係為咗定罪，而係為咗救贖。喺嗰一刻，冇一個生命、一段歷史、一個人嘅故事，仍然能夠維持原狀。年終的邀請，教會喺年終最後一日，將呢一篇福音交俾我哋，係有原因嘅。佢要提醒我哋，所有嘅一切真正開始喺邊度？唔係從我哋嘅成就、過失、計劃或者焦慮開始，而係從聖言，佢嘅永恆、忠信、臨在、創造。喺我哋結束一年並邁進新嘅一年嘅時候，讓我哋將生命嘅錨放喺永不消逝嘅嗰一個字上邊，而唔係喧囂。願成為咗血肉嘅聖言再次向我哋嘅黑暗說話，喺我哋睇唔見嘅時候帶俾我哋光明，喺我哋希望微弱嘅時候賜予生命。願我哋喺新嘅一年開始嘅時候，學會真正嘅傾聽我哋主嘅聲音。